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月13，以弗所书6章13节安尼讲，所以恁着用上帝全副的战甲，互恁伫风险的日抵挡会牢，到恁已经最正隆重的事，也犹原徛在。三角来祈祷，爱阮穿着全副的战甲，通抵挡风险的日的天平。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我用全然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，来敬拜，甲学习你的名，因为你是全能、全知、永无改变的上帝。主啊！阮感谢你，伫风雨中犹原掌权顾守阮；感谢你，伫黑暗中犹原发出光，引带阮。主啊，伫阮孤单无助的时，阮感谢你。永无放弃阮，主啊，阮恳求你，伫苦难临到的时，赐阮开力；伫试炼临到的时，赐阮信心。伫每一个受敌的攻击中，你互阮靠你来得到胜利。主啊，因为阮袂用你互阮的全副的战甲，伫拄着风险的日来抵挡恶者的攻击，互阮通做成隆重的事，也犹原徛在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